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北分署有一个员工，疑似互分署长来霸凌，伫个办公室自我了结。劳动部经过10天的调查，这劳动部长何培山早起开记者会，鞠躬道歉，讲这个分署长的管理方式虽然并不是迄位同仁离开的原因，但是这个情绪的管控确实是有问题。即日起，甲调离开北分署，嘛甲降调，袂使阁做主管，而且送考绩会。伊阁讲再次表示歉意，劳动部长何培山甲政务处长柯团成开记者会，说明劳动部公务人员敢若被霸凌轻生的调查结果。管理方式虽然并非为同仁离开的直接原因，但是他必须为此负机关首长的行政责任。即日起将调离北分署长一职，离开原机关，降调为非主管职。情绪控管的确有不当，送考绩会议处。那分署长调离现职，连伊直属的主管劳动力发展署的署长蔡明良嘛，做伙送考绩会。针对这个案件，劳动部组成调查小组，总共收回205封无写名的文件，访谈15位同仁。经过10天的调查，发现分署长确实有情绪管理无妥当，也对同仁大细声，也毋过甲轻生无直接的关系。他长期面临工作的压力，长期的超时工作，这个同仁就说：“那你做不出来怎么办？”我们那个访谈同仁就听到他说：“那做不出来，我就自我了断。”话讲到后庭边的部长，更加是一日七目屎。调查小组调查代志发生前10天的录影带，发现讲，这名公务人员时常是早起5点就到办公室，一直到暗时9点、10点才离开，甚至对各种的资讯任务以及北部7县市所有的资讯工作量有够大。这位分署长被外界形容为因为他的靠山很硬，所以是不是劳动部之前一直不敢动这个位土皇帝？任何的升迁一定都是合法合规的，可是呢，我们无法确保每一位主管他都100%都能够胜任。目前北分署所有资讯标案暂停，强调讲后续会调整人力，并且安排其他同仁接受心理咨商。是讲劳动部有人轻生，这感觉上特别讽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